最近这个网络顶，阁有人咧乌白生话传谣言咯，讲这个氰化物会当杀死武汉肺炎的病毒。乡亲啊，这实在是一个真可怕的谣言。这个氰化物是真毒死的，食死人。像我呢，传播着假消息，相关会当罚款300万。一名男子伫网络上氰化物会使杀死武汉肺炎病毒，会使甲大量的苹果汁磨做粉服用，被人检举。朴文章是伫8岁伫日本留学的学生。其实0.几克就会致死了，它的毒量非常的稀少，就可以致死。基本上氰化合物它是剧毒，什么都会杀掉，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生物啦，你说细菌啊、人啊，都会被杀死。它是苹果汁。含有微量的氰化物，食了1-2粒袂造成危害。不过，若是直接服用氰化物，那是会造成人体损害，也会无命。指挥中心嘛紧急发出声明，强调氰化物属于剧毒，服用会危害健康。呼吁民众切勿散布不实的言论或假消息。我们警方将依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或《传染病防治法》来进行侦办。过去千密人下毒的事件，所用的都是氰化物。这名朴文的男子散布谣言，以社违法，使罚3万，或者是拘留3天。也有团长病防治法，相关是罚300万。民众会使上疾管署的网站，或者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证。另外，其他查证留言的通讯软体，千万唔通轻信谣言，若无可能也袂防疫，就先害着家己。